请问你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？通常的话，我会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先去捡一批纸箱，下午再去搜刮一些沙拉油的桶子，然后拿去回收厂。对，这就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。所以你的作品是不赚钱的？对，跟人一样。请问你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？没有，不是啦，就是我其实目前是有在接一些设计相关的案子，那收入来源主要还是观众吧。对，目前的话算是一半一半。我当然是希望我可以靠接案再多一点收入啦，但是因为我制作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多开台陪伴大家。开台也不赚钱？就是可以拿去改装一下我的3轮车，对，让我主要收入来源的设备好一些。你的观众会委托你吗？有啊，我的管理员委托我画我自己的图，因为我画我自己的图没钱赚嘛，我就一直画别人，不画自己。然后最后观众就说好，那我委托你，你画你自己。